中央广播电台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，伊的网站刷去封控中国的5星期，治安风险引起讨论。根据国安局的报告显示，中国攻击咱台湾政府的网站，大共有280万摆，加在大部分是拢有查倒来。中央广播电台成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，有组成团部的重大责任，刷屏处关港加速内轨一群官方网站，向中国5星期，专项紧急调查，伫位烦恼香港可能限制治安、引致作战的风险。关局长蔡明干是回应有进行了解。它有涉及到他们内部的一些资讯，就包括治安管理的一些资讯。那这部分的资讯，可能涉案相关的人他们有一些交流，嘿。中共渗透台湾手段800款，国安局报告指出，中共对台发动国家战级的网攻，用系统性网攻咱医疗体系各种攻势延伸到国防、外交、通信、能源等领域。蔡明安表示，中共利用公私协力进行骇客攻击。根据统计，中共骇客侵害咱政府网站，每天280万次，目的是想要监控咱施政动态，对外合作敏感技术资讯。hack 就是害侵，那害侵之后，只要有窃取到一些资讯的话，它会 leak， 也就是它会改写，那或是不断重复的在网络上、暗网上来散布，那来造成民众会觉得好像政府的治安做得很不好，每天那么高频次的网络侵害，几乎都是全部拦截下来。今年国安团队查到150万的证据信息，无正常消耗要1万800多组，大部分上论断并且都传播的方式。蔡明安表示，中共国运用 AI 技术，以创备形成影音，用来操作台美关税谈判、韩国演习、罢免投票、能源政策等议题，是要分化台湾的社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